南投县头一摆办西洋棋国手比赛，选手无分年龄，分做7个场次来比赛，争取国手的资格，希望会当代表台湾出国比赛。今年我们有奥林匹克的比赛是在俄罗斯，那还有我们会派出选手参加世界青少年杯的锦标赛。这摆中区的初赛有42位选手参加，上细汉的是国小1年的学生，另外中德高中高中部的学生叶东环是为期4段学西洋棋3个月，嘛做回来比赛挑战家己。我觉得这个西洋棋可以对我的数学还有逻辑思考有帮助。然后现在我已经比了2场，然后都赢了。希望我可以顺利的进去复赛。本身就是也有在就是接触西洋棋，然后觉得西洋棋就是可以训练逻辑呀，然后数学能力思考啊。南投县西洋棋委员会嘛期待以后会使继续办理相关的比赛，增加选手交流的机会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